来乡亲啊，这个消息若有上新的进展，咱会随时报互你知。咱继续来看这个法国有一台护卫舰，伫咧初九的暗时，为南往北的方向进入到台湾海峡，而且真罕见，伫海峡中线的西边踏进中国的沿海来航行。敢讲，这是为着要保护着法国的总统马克宏。军事专家来分析，讲这个法国的军舰无可能无经过允准，就穿过台湾海峡，可见法国甲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坚固了。讲这对台湾来讲是一大警讯，是警告危险的信号。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访问中国了后，法国护卫舰木月号伫初九暗时由北往南通过台湾海峡。真罕见的是，因海峡中线以西，也就是较挖中国这方面。毋但这个期间无拍开军备动态资讯系统，引起注意，边仔嘛无中共解放军的军舰航行监控，毕竟是得到中共同意。伫马克宏发表亲中言论了后，展现甲中国关系真好。马克宏并没有说不支持台湾呐，他只是说他不介入台海的争端，他并没有说。支持我们。法国国内，马克龙总统最近压力很大，他因为年改的关系，他的抗争国内的支持度其实掉得非常多。外交跟两岸的关系，那在其他国家他们会做两手策略，这个我们必须要尊重，但是不代表法国，也不代表欧洲。两国关系这好，为中国媒体就看得出来。伫微博大量宣传法国木月号挖伫越南的海防港。因为台湾甲法国军事关系真密切，1992年国防部捌买60台幻象战斗机甲分母无法飞弹，海军嘛甲法国买6台拉法叶军舰。国防部资深的官员烦恼讲，若是两岸战争，惊讲法国会将相关的资料提予中国参考。法国这方面，这当然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警讯了。合约商基本上当初的采购合约，哪些该保密的，基本上就会保密，倒不至于。会因为有这些运售而遭受到泄密。针对这点，国防部表示讲，木月号行踪国军拢有伫监控，那伊背后的政治动机，国防部就无去评论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